这回花莲港府放山湖的灾情，是咱台湾头一遍面对这么严重的淹大水的灾情。今日有一张论坛，就有气象专家表示讲，由这气候反常，雨水是加增高，这会间接造成这回的灾情。土木学者嘛呼吁讲，未来若要处理这款放山湖，都要下部会合作处理，而且嘛建议讲会当成立防灾总署，来因应未来愈来愈多变的气候变化。花莲港府乡放山湖崩花带来严重的灾情，救灾工作要持续咧进行。各界嘛对放山湖形成的原因、甲特例等等的机制展开讨论。初二的一场论坛，气象专家分析今年的气象资料，强调受到极端气候、天气变化大的影响，海水的温度加悬，规片低压带活来，间接带来超磅大水雨，形成马太鞍的放山湖，落尾做大水。今年非常的特别，这个累计量已经是接近纪录或破纪录啊，所以这是非常极端现象。大家还有印象的话，7月我们是整个月都是几乎都是下雨。土木学者表示，台湾处理放山湖的经验其实袂少。放山湖在7月份形成了后，研究团队拢有咧监控。不过大水来进前，要一个手甲8,000人疏开，确实有困难。建议未来都要下部会合作来处理。8月、9月就跟着说，我该疏散，还是该去做报告，还是该去做疏导？那问题呢，就会像前面8次的堰塞湖的成功一样，这一次就是没有问题，可能有财产损失，但是不至于有人民的损失。来参加论坛的学者表示，这个案例伫咧救灾防灾是真宝贵的，都要把处理的经验传承落去。未来透过科学对话甲行动，思考风险的管控，嘛建议政府敢是当成立防灾总署，来因应未来多变气候的灾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